详情以后分享速看下诸位客家新新闻，大家识做识报忙。相信乡亲朋友应该都识报的。下诸2点意思，青春夜位就系我哋关心疫情的情形发展。一礼拜有2日都喺营业当中冇新增加病例。故所只有草本业指挥中心公布显示，全台湾累计亚嘅疫情总共係維持到395個，還有155人基礎隔離。今日係唔係會再個傳出正面嘅好消息呢？帶你繼續來關心指揮中心記者會嘅現場。發言人，好，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那我們這一天來的工作的一個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們今天仍然是沒有確診的個案沒有確診的個案。好，那累計我們今天到今天為止有166個人解隔離。好，那當然世界的疫情仍然在持續在嚴重中，到現在也感染的人也將近220萬，那死亡的人也14萬5千人那這算是都是一直在嚴重。然後另外在口罩口罩實名制已經做了，從2月6號起，3月6、4月6號已經有2個多月了2個多月，那藥局的朋友們一直都非常的辛苦那我想大家都有周休2日，他們也一直都沒有休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就是說在禮拜天我們就先不配發口罩，那如果沒有剩餘量的就可以，或者說他想要休息那就可以休息1天，那也請民眾大家諒解那因為大家都很辛苦，那盡量利用我們的網絡的購買那網絡購買到今天到中午也大概220幾萬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目。好，那以上先跟大家做這樣的報告如果大家有問題現在可以提出來。好，指揮官好，民事提問。中央有研議學生口罩由國中小來統一販售，那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今天就是5大理由反對，包括學校沒有可刷健保卡的機器啊，口罩費用支付啊，還有學校老師沒有空啊，或是沒有載運的交通車輛，那呼籲口罩應該免費配送。那這邊想請教指揮中心對這個學校國中小裡面統一販售口罩的這個目前的這個想法，還有目前的進度。好，第二題想要請教，研究抗體檢測的中研院的學者有反映，因為台灣防疫是做得不錯，所以病例檢體沒有國外來得多。在研究上要拿到檢體來驗證系統的可行性也是困難。請問指揮中心對檢體的分配狀況大概是如何？會不會放寬檢體的分配？那如果高風險先做抗體檢測的話，是否會以醫護人員為優先重點呢？謝謝。好，那個學校的部分我想教育部會持續跟大家來溝通了那我想就是怎麼樣來做這樣的一個有效率的口罩的販賣跟配送，大家都會犧牲一點那怎麼樣讓大家在最有效率的方式，讓大家最方便的方式來做這個事情，那我們不斷的在跟學校跟教育部來做溝通。然後第二個就有關於檢體，檢體當然台灣當然相對的案例比較少，那不過基本上要取得檢體，並不是說大家想要拿就拿，因為畢竟這也是一個高風險的東西，所以相當的自己的設備跟能力要達到一定的水平。那第二個目的要符合我們的需要，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那國務院有一個平台可以讓大家在符合資格情況下，可以方便的取得檢體，可以來做相關的一些臨床的一些或是實際上的需要的研究。指揮官您好，我这边是凤凰卫视提问，我想请问一下，案384跟393呢，过去就是他们是常年旅居美国的一对夫妻，陆续返台之后确诊，现在这个桃园地检署就要侦办说他们是不是有刻意隐瞒疫情的状况，那指挥中心这未来会不会有个比较明确的规范，避免类似的状况会再发生？谢谢。
没有这样的案例，对哈。如果我们在做疫调，我们当然根据这样疫调来进行相关的行为。那如果觉得有可能有相关的隐匿，哈，或是有这样触法的可能，哈，那我们就会移送给司法单位来处理。指挥官好，这边想提问，就是在疫情的冲击下，现在有很多餐厅都倒闭了。那其中有餐厅说是因为政府的纾困贷款没有通过，所以员工就领不到薪水。那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纾困方案通过的标准是什么？还有越来越多家餐厅在歇业，那指挥中心怎么看？整个的方案当然有一些已经定案，那有一些仍然在讨论中。那政府的态度，在纾困，那当然是要让弱势的人能够得到保障，让社会的基本的运作能够进行，那一起能够度过这样的难关。中国时报提问哦，今天早上那个就是有外送协会他们到门口来抗议，他们觉得说他们在外送，他们也是会有接触到居家检疫或是隔离者的风险，然后他们也都没有被配送到口罩。那事实上同样问题也反映到这个我们现在居家服务的长照的这些部分，那这部分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去补强？谢谢。没有，在长照是固定的对象。跟外送员是不特定的对象，可能稍有不同。那在长照这部分，我们当然对于的特定对象的一个相关的接触，都有一些相关的准则。我认为这一方面应该是现在比较上轨道。那至于在外送或邮递，相关可能会跟不特定对象，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机会。那一方面站在我们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一个保密上。的一个需要，但是呢，确实这样子也不能排除这样可能的风险。所以我们大概进来，我们会找相关的外送员他们的这些相关的人员，那还有邮局，相关在这样递送之间会遇到不特定的风险，那我们也拟定了一个办法，然后找他们来一起来谈一谈，看实际上的运作怎么样。那如果可行，我们就会发布。长官好，中视提问，想请问一下那个中研院的这个群聚感染的状况，那目前是有3名确诊者出院，2人仍在住院中，请问2个人的病况如何，以及出院的分别是哪3个案例？然后第二题是有关就是巴西有一个实验，让11名的患者连续6天使用高剂量的氯喹宁，然后就很不幸这11名患者就丧命。那美国 CDC 也在官网上把那个原先建议使用喹宁的治疗指南给撤除了。那目前国内是不是也有考虑说喹宁的效果如何？那最新的用药状况。那第3个是因为有专家说这个病毒没有感染到60%的人，他不会停止，不会有集体免疫力。那这个部分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谢谢。好，这个用喹宁类的药物，这个本身也已经就知道，如果有些病人如果本来有一些状况的话，也许会引起一些心脏的一些副作用。那特别是剂量的部分，当然是会有影响哈。所以在过去所看到的不同国家的尝试使用的剂量确实是有不同哈，有些国家确实是用比较高的剂量，那也有合并其他药物治疗的方式哈。不过在我们自己这边，我们一开始就有咨询过，因为过去这个药物是风湿免疫科在治疗风湿免疫疾病很常用的药，所以有咨询过这些专家，那再加上我们药物动力学的专家一起讨论出来，对国内的使用的剂量做了一个比较恰当、比较安全的一个建议使用方式哈。所以在国内目前没错，在我们的治疗指引里面有说，临床医师遇到这样的病人，那在充分告知病人这个相关的讯息以后，那确实是可以用我们建议的剂量跟时间来使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在使用当中是没有遇到任何的副作用的一个状况的出现哈。
中研院目前出院的部分有3人嘛，哈。那另外我想就我们现在都不公布到底是哪一位出院了。那至于说目前在住院的2位，一位是轻症，那另外一位也是肺炎，也不算重症，哈。那所以目前状况都还好，谢谢。您还提到一个集体免疫的事情，没错，就是要在群体里面有达到集体免疫的效果，可能要6-7成以上的人群都得到感染以后，才会有出现所谓集体免疫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效用。不好意思，中国时报提问，那想问一下指挥官，因为最近毕业季快到了，想问说，因为毕业典礼也是那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大概主管坐一坐通常都会有50人的，那想问说，指挥中心这边对毕业典礼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当然，对于毕业典礼相关也是要持续进行了嘛，不过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集会的指引，所以确实来遵守，应该就可以来办。那当然，学校觉得有怎么样的一个更进一步需要能够，将这样的一个群聚的可能性减到最低，我们也不反对。客家电视提问：目前就是台东没有这个检验机构，那都要送去花莲，那可能差不多都要2天以上时间才会知道结果，那他可能就会怕有空窗期。那虽然卫福部这边昨天他们有同意说要把这2套设备借给台东，但想问的是说，未来台东有没有办法增设常态的检验的实验室，或是将这2套设备留下来解决就是资源不足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有家长跟我们反映说，他们买不到4岁以下小朋友的口罩，那他们之前有说买过是尺寸大概对着长度在6公分，宽度在10.3公分左右的小幼幼口罩，那是否是因为厂商征收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制作这样的口罩，所以很多家长都担心说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买这样的口罩？谢谢。有关台东这2个实验就是医院的这个检验室的这个机器，我们已经运过去了。那目前就是会让他那边实际的运作，所以未来在台东这边的检验没有问题，那一定可以改善在台东当地的一个检验。就那个运过去之后，将来就会留下来的了哈。那把那检验的量能就会留在那个地方哈。不好意思，那口罩的部分，4岁以下的口罩确实是比较少，那不过我们现在都留给幼儿园的哈，直接来用。那市面上确实要买得到，实际上是有一点困难。不过我来看看那个配送的情况怎么样。年代电视这边想要提问。台湾的防疫做得非常好，国际间有目共睹。那昨天指挥官也说，我们的致死率远低于全球的平均，境内的治愈率也很高。但是设立在英国伦敦的智库最新的排名却说，武汉肺炎最安全的国家，还有治愈率的排名，台湾都是第7，比中国还要再低一点。指挥官这边要怎么有什么样的看法吗？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回归到这个案例的部分，另外2个有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336跟379，这个距离结案的进度现在到什么样的状况？谢谢。379好像是4月8号嘛哈，所以他还没有结案。那336哈，昨天已经结案了哈，他那个时间已经过了。那至于早上那是设在香港的嘛哈，是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是在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那我们也稍微看了一下，结果第一次看到那样的一个成绩的时候，是有一点吓一跳了哈，因为排在我们前面的全部都是整体的，不管是它感染的数目，或是它的一个100万人口的比例，或死亡的人数，都比我们高的非常非常多。后来我再稍微仔细看一下它相对的一个指标，基本上它这个指标全部都是过程的指标了。它没有结果的指标，所以你结果做得再好，在那个分数上面是显露不出来的。那过程指标里面它相对的有很多，不管是你在隔离的策略、监控的一些策略，或医疗量能的准备等等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台湾在上面的分数一定会稍微比较低一点哈，因为基本上这有一点看是说在危机的时候政府处理的效能了。那台湾事实上那些国家所发生的危机，台湾都没有，台湾都在这个危机发生前，我们都在前面都已经阻绝了。好，所以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些方式来做。换句话说，我们这整个的力量并没有像那些国家那么强。好，那监控、隔离、处分，或者它有一个指标，比如说是它一个在社区的一个检验，哈，跟在医院里面的检验。那我们在社区的检验，虽然我们是每100万人，现在已经是200多，上个礼拜做的比较多，2000多了哈，但是比起那些国家，其实相对都是低。那因为我上次也讲过，就需要到社区做检验的时候，是因为社区里面有很多，我们才会去验。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社区大量传播的情况下，所以在这些危机处理上面相关的数目字就会看起来没有那些国家那么强而有力了。好，所以相对是这样子，里面也没有一些结果的指标，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结果。那当然，确实怎么样，我们要跟他们再讨论过，不过是看那个指标的形态是这样子。是请教指挥中心，就是因为这2天的疫情大家都是蛮乐见的，所以还是想请部长说明一下，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是疫情已经趋缓了吗？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外送员的，还有像邮务室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概略提一下，说是哪个方向的一个建议指引，大概的方向就可以？谢谢。那大概的方向就要想一个办法，让他们可以不接触嘛，哈。好，怎么样不接触又能够达成送达的目的跟签收的效果？那在法律上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大概不会选择说去标记标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是怎么样让他们这些人在做的时候可以直接不碰到？好，那然后有可以收得到钱，那也可以签收等等这些的方式。好，朝着这样的方向来做努力。那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可以讲是有趋缓嘛，但是如果你刚才那个，我们看美国讲说要2周连续确诊病例数往下降，我们其实现在本土的案例都几乎都是维持在0或1嘛，所以你就如果用这个指标来看，我们是属于平稳的哈。那当然非常期待我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把它守好来，所以大家还是生活基本的规范，社交的距离，勤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那不要太过于群聚，等等的该注意的事情还是要持续注意，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成果把它维持下来。那至于在境外在境外的部分，我们大概除了说在欧美进来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居家检疫，或是到检疫旅馆，或者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检疫能够做得更好。那另外我们现在也考虑除了欧美之外，那东南亚有一些国家进来的也准备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进来看起来在东南亚这边有一点蠢蠢欲动的样子了那加上有一些地方的疫情确实也不透明所以那样也会采取比较严格的方式。那时间我们会把它定下来之后就会来宣布，那大概也很快了。你好，健康传媒，想请问一下，我们这边有之前一直有说病毒有不断的变异，之前有所谓的欧洲猪，那现在又传出美国猪，那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有很多已经从美国回来的病患，我们在分辨他们的病毒的时候，有发现病毒的变异吗？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疫苗研发上的困难？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又有亚洲猪，又有欧洲猪，又有美国猪的话，未来疫苗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像现在流感疫苗一样，必须放很多不同的病菌株种在里面？那有没有可能每1年都要研发一次，去猜测一次，未来变成常态化的疾病？这样，请教张教授。
我们的境外移入个案，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啊，就从开始的中国，然后亚洲地区，那到后来的欧洲进来，那接着欧美都有个案进来，再加上后来的东南亚就进来的个案，这些个案带进来的病毒，基本上就是当地在比较流行的病毒株嘛。那我们现在我们我自己还没有看到这些详细的这些病毒的比较跟分析啦，就是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状况。所以你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疫苗的研发的问题，那确实如果病毒株变异的比较大的时候，当然有可能我们对我们的疫苗的研发，那是不是对不同的病毒株是不是都有足够的抵抗力？这是我们当然是会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哈。那不过这个以新冠病毒这个部分来说，它可能没有像流感病毒这么严重的这样的变异了哈。所以我们也是要等我们的疫苗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以及最后的结果，我们才能知道说不同厂家、不同研究机构那他们研发的疫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发这个疫苗，是不是对各种不同的地区的病毒株都可以有足够的抵抗力？这确实是需要经过我们的验证以后才会知道所以目前暂时是没有答案的。不好意思，东森新闻这边有2个问题要来做提问，因为刚刚有提到桃检有去查两个案例是旅美返台的这个夫妻，那所以想请教说是指挥中心这边主动通报的吗？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即将周末了，那第2天零确诊之后，紧接着周末可能会有出游潮，那指挥中心有什么要呼吁的地方？谢谢。相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法务的单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必要那基本上应该这检察官都是独立在做作业的嘛那有这样的一个相关刑事的案件，他们就启动了。指挥官好，黑后健康网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个是观察过去的个案中有发现可能只是喝杯咖啡30分钟就被传染，但像这个酒店女公关可能与人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可是她的接触者都是阴性，那其中想问这个关键原因就是如何就是接触与不接触传染之间有什么关键点？第2个问题是想请教张教授，就是根据昨天新英格兰杂志的研究内容，他指出超级传播者可能会比其他人产生更多较小的颗粒，然后导致这些颗粒太小没办法沉降，所以被气流而造成扩散。不知道对于这样的说法，张教授怎么看？谢谢。好的。好，当然讲就是说接触的时间长短，这是一个判断的根据了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好，所以不会说你跟这个确诊者接触了15分钟你就确诊嘛。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那有可能性就表示有的人有可能，有的人没有可能嘛。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话，有些是要观察，那有一些就要做一些相关的居家隔离，然后或者有一些我们会做采检。那当然可能性的高低或怎么样的处置最好，那还是我们检疫的医师直接这样的接触，那做一个专业的判断。那个基本上我们一般的病人感染以后，那当然它产生的飞沫那颗粒大小大概都是比较有固定的那如果你有做什么特别的医疗上的处置的话，那当然有可能它的飞沫的颗粒会变成变成更细致更小的状况那我们也知道，一般飞沫的大小大概就是在1公尺之内，大概就会沉降下来。那更细致、更小的，就是像气溶胶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它就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得更长久。那此外，当然也确实，有国外的一些报告说，如果你再加上一些风的助力的话，那例如说，有报道说，可能空调的这个风可以把这个聚在附近的这个人群当中的颗粒
飘散的更远的地方去哈，那当然就会让它的不是1公尺或1公尺半的范围内是危险的，可以到更远的地方都是危险的哈。所以在先前我们有一些的讨论说，我们尽量开窗让空气流通，那这样子减少这个是不是比较在室内减少传播的机会？这其实是作用是在稀释这空气中的悬浮的病毒或者是我们的飞沫。那可是如果是密闭的空间，你想说，继续要让它流通，用风扇来吹，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哈。那就会把悬浮的颗粒在室内里面更吹得更远的地方。那所以也讨论过说，那开空调到底 O 不 OK 哈？那空调的风当然确实也有可能把你散播到附近的这个微粒，那确实把它吹得更遥远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当然是要考虑很多方面的一个因素，那是不是会造成容易传播的一些状况？长官好，大一片是想要提问一下，就美国、欧洲他们的疫情其实没有趋缓的现象，但因应全球的经济，接下来会陆续解封，等于之后来到台湾的这个旅客人数会增加，想要请教一下指挥中心，是否会依照现在居家检疫14天，还是会有新的检疫的这个措施来进行？第二个问题是，假设这个欧美解封是台湾下一波这个防范点，那以目前台湾社会整个经济产业发展，还有这个纾困2.0的方案，还能够承受多久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进程可以让大家来了解？以上。对，目前大概没有什么考虑，就是说居家检疫这样的一个政策要更动。那起码因为在台湾里面，我还昨天有讲过，我们根据几个的因素，来做相关的一个放宽的一个考虑，不过目前都没有了因为就如同你也知道，就世界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事实上也不适合做任何的一个放宽的规定。我想不好意思，想请教第二个问题是讲那个纾困的整个状况，会不会再延长，或者是说有没有时间进程？当我讲纾困，就第一个一定要先解困嘛。如果叫纾困，就是说要解困，如果我们的时间没有拖得太长，那当然纾困就会那个时间就会比较相对的会比较合理，那经费也会比较够用。那如果时间一旦拉长了以后，那纾困可能相关的经费就有调整的必要性。不过我们现在都还在努力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那伤害能够减到最低，那当然需要纾困的那个强度就相对比较弱，那就会比较多的精神来做振兴。指挥官好，中天提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每天筛检的量能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几天零确诊，会不会担心接下来周末假日会有出游潮？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呼吁，还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新的规定？都这个这几天又比较少了嘛，你说整个的量呢，还是说这几天检验的多少？能力在4100。现在每一天我们可以检验的，在正常的上班情况下，现在已经达到4100。那至于在这个礼拜里面，在礼拜1那时候，礼拜2很高，那这几天也往下降了。对，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反正我们现在的规定都在那我们的流量的管制等等的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说在这个礼拜要做特殊的一个更动。那不过呢，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说，整体的大环境在社区传染的可能性，像目前那样的一个风险，其实相对是低的。那不过就是因为低，所以才就是说，相对的就是说，一旦稍微的放松，那形成破口的话，那危机也会比较大。所以我请大家一再呼吁，都说请大家多忍忍了多忍忍。不好意思 ，TVBS 提问，目前10个本土个案中有9个已经结案了，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啦。但是我们目前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推测说，以这10个未
这个10个没有感染源的本土个案，他们当初是怎么感染的？我们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吗？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零确诊了，那有医师是建议说，现在更有余力去防堵一些无症状的人。那像香港，它有一些病例是没有常见的症状，它只有些微的不舒服。那我们未来会开放这样子的筛检吗？谢谢。对，我们大概就是说，现在还维持是有风险嘛，哈，就是换句话说是有症状，好，那相对的症状的要求哈，我们会越来越宽，好，所以就是说，将来是要有小小的症状，我们会不会采？会，我们会采。长官好，八大电视提问，想请问，就是说，在泰国好像有传出一名法医啊，因为接触确诊者的遗体，疑似遭到感染而死亡。那法医是不是要采取防护措施？那指挥中心有相关消息吗？或是有什么看法？谢谢。我们在处理确诊病人过世以后的这些遗体，那我们当然都是有已经制定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哈。那所有接近的人，还是要跟我们在隔离病室的时候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飞沫跟接触传播的防范都是要的哈，所以我们在医护人员在照顾确诊个案的时候所穿着的防护装备是怎么样？那我们在处理遗体的同仁啊，包括法医在内，那当然也都是一样的防护，那才能避免被发生感染的状况。想请教，因为有一些案例好像喝咖啡喝30分钟就被感染，那想请教为什么可能酒店女公关她密切接触者全部都是阴性，这个部分是因为跟病毒量有关系吗？谢谢。这一题刚刚已经谢过题了哈，答过一次，就是说这是可能性嘛，所以你当然就有接触的时间越长越密接，那可能性就越高。但这不是全有或无的问题，它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有的人就是，他接触了10来分钟就中了，有的人接触了1-2个钟头或1天，他可能都没有中。那当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都存在的。所以这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了，这是可能性的问题。那可能有高有低，就好像感冒一样嘛。好像就是说有人就感冒了，那然后来。那有些人坐得比较近就没有传到，坐得比较远的就传到了。那当然跟身体还有各种感受力，都有它相关的因素在的。不好意思，部长，刚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说，目前有10个本土个案，里面还有9个已经结案了嘛？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推测说，他们当初这10个人里面，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个病的？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谢谢。有，我们一直在查，我们非常的有兴趣，但是我们大概所有的轨迹路径这样去重叠去凑，我们到现在那些我们还是不知道。那进来我们也想就是说，也发展一些就是有确诊有接触过的，跟未来有确诊有接触过，我们就会不断的串联了。就是以前有的跟现在有的会不断相关的讯息不断的传。那也许只有一天就串到了，也不一定。那不过我们就是在这里就用比较资讯的方法在人工上面就比较少。那只是提醒在疫调的时候多注意这些地缘性、行业各种的一个相关性，但主要我们还是要用资讯的方法去串联。张教授，不好意思，我们想请教，就是说，所以说就是有关于这个尸体有可能传给人的意思嘛？就是说尸体上面病毒有可能传染谢谢。刚过世的病人，那他身上带的病毒当然都还是存在的了哈。那我们也说过，这个病人他的在生前的时候，他的周遭、他的环境、他的床栏杆、他的床单等等，甚至包括他的衣服，当然也都有可能带有病毒哈。所以这个你没有做适当的防范，然后你去触摸了这些地方，而后然后又触摸了你自己的口鼻部位，这些当然都有可能会造成传播哈。所以除非说这个病毒是在环境当中经过
几天以后，它可能自然会死亡嘛吼。可是我们遗体大概不会放了几天嘛吼，那所以在立刻处理遗体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身上、他的周遭都可能还是会有这个病毒，你去处理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被感染的，当然确实是存在的。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好，以下呢记者会已經結束嘅，下個新新聞呢為鄉親朋友來整理一下。今邊呢一個指揮中心除了講公布嘅一下全台灣疫情嘅情形發展，還係強調維持無確診病例。故此我也係連登一個無確診病例，大家聽到就係當歡喜。唔過呢，家下指揮官陳時中今日表示講，因為天公日、後日又係禮拜兩日咧，當然強怕講大家會知道講，一下台灣的疫情已經係控制下來，更怕講大家要走出去想去放鬆一下。故所呢，佢家下就提醒講，防疫總唔得害太。雖然講一下台灣的疫情相對同當地的國際上按多國家來比呢，算係有下控制下來嘅。故所呢，佢表示講，有人問到講哦，接下來係唔係台灣嘅問題呢？要到管制措施，還有相關的原因、防疫辦法為下並用咯。指揮官家下呢，佢係強調講，也比如講呢，流量管制韓國許多國內景點、人客站、人客多嘅素材呢，也都有流量嘅管制，還係強用。雖然講現時大環境對台灣來講，也下社區感染嘅風險係相對較大嘅，不過佢表示講，防疫還係總唔得害太。韓國呢，係除提講台灣也下疫情有嚇的。唔過呢，搶頭歐美當道素材，一下疫情還係當厲害。故所佢表示講，接下來會針對東亞、還有東南亞，一條地區呢，一下疫情唔但香港一下唔穩定，還都係唔透明。故所接下來呢，會希望牢記控制相關呢一個疫情呢控制措施，咪會繼續下去。係講呢，今邊呢同大家講到，因為今邊早晨嘅時節，中央流行疫情中心嘅腦杯，由於太深嘅外送員，佢哋早晨去到也門口來去抗議乜嘅呢？就一條外送員呢，佢哋早晨就講，因為一下啲送傳外送嘅時間呢，接就係因為唔知一個主運嘅人，佢也就係居家隔離，非常係居家檢疫嘅人，故所呢送過去張地講，23人呢，佢係愛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嘅，故所呢，佢哋外送員早晨就去指揮中心攞杯來抗議，家下呢陳時中咪對亞來表示講，接下來會簽來一條送傳員，係個莫超商送先嚟嘅郵差郵務人士，佢一條呢超過來，大家傾下來討論，啲亞送東西嘅時節會遇到乜嘅風險，接下來可看愛樣嘅，唔會接觸到，要做得太多目的，也係接下來我繼續來討論嘅一部分。係講呢，今邊呢指揮官來公布嘅一個情形的，所以講。對亞長禮拜日起時，也就係4月19起時，我哋看到亞種圖哦。因為呢，有當人啊，搶民眾一般人都會一禮拜了2日，也就係主休2日。不過呢，因為對2月初6開始呢，也個推行嘅也個做嘢咩嘅10日制，故作從要求韓國衛生所也條素材，也條人員呢，就係幾禮拜都冇了，見愛本日嘅民眾來量做嘢咩？故從下來呢，就要當道嘅一個要求相關的人員表示講，實在看唔樣當出來。故從呢個下陳時中指揮中心呢表示講，禮拜日起時4月19起時，禮拜日就唔會繼續批送做嘢咩？去到參加10日制嘅憲報體育要求韓國衛生所，就希望講哦，一般的民眾係了解時節，希望愛協會一下，佢哋有咩強用，希望有好遵守。故從下來禮拜日起時就先唔會批送。也見不現呢指揮中心同大家來公布嘅一條防疫的相關資訊，咪有請鄉親朋友當日準時到早晨9點半，韓國下晝2點，睇睇下個新新聞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再會。